救人救人，哦好啊，看起来加足正常，好啊好啊好啊。会使记录，好水。大家暗暗歹势，互大家安尼走来走过去，因为头拄啊，咱的电脑毋知是啥物情形，所以变做安尼，所以互大家迄个，所以重新开机吼，互大家个爱重新个走过来，歹势，等下大家敢有过来？我头拄应该开台机熄了，应该先甲迄个网电打互大家吼，后摆一定爱改进，歹势，有过来会使甲我小借问者，互我知影吼，歹势，多谢啊！来，咱继续吼。听讲你搁入大公安，这贴药啊，互你吼，挺元气的。你去永乐顶找阿和贴药啊。等你药啊贴倒来，咱就来练步家棍。多谢。多谢。摕汉药吼，会当搁记录。来，天顶再送你。安，阿峰安欢迎。送我要创啥？哦，听人讲西桥岭的代志，赞幸福。所以咱也毋知伊到底是送啥物吼。多谢。多谢。伊无讲呢，伊无讲。这是啥物？哦好，咱加这个火条的。即摆肠你无用，啥那肠你无用，你食饭呢？暗顿食啥？当分享一下，互大家偏芳者，好无？好。天顶遐，阮师傅伫幺零宝窟门骹口咧等你，进去找伊。无问题。无问题。等下幺零是倒位？这边对吧？应该无记毋对啊，对，伫遮。哎呦，2礼拜无拍，小可应该小可青分。希望敢是2礼拜？我也袂记，无讲记甲足清楚。咱来，阿辉食饱未？枵未？小等才食。这食饱未？食暗顿啊未？3支2排拢到手啊，看入去试看卖咧。威武令，行较慢。定海令，搁一张袂记，搁一支啦，一张啦，搁一支袂记。食饱水。即摆有较紧，有较速上啊吼，你去遮上暗欢迎，总算拍开啊，入去啦，谁那遮歹？入去啦，谁那遮歹啦？先等咧，卖青狂，吼，这内底机关真济，先观察者，以防万一。啥物？敢有影？胃涂骹哪？捡我挂包呢？倒有挂包？毋好，哪？头拄毋是讲要安怎是无清风？拄则收到情报，岛电带规大阵人要来敲咱的中义宫，啥物？先转来去宫里，来去宫里避战，避战。头拄毋是讲要来贴药啊？等下要等啥物？摕好。摕好，先收起来有影。所以咱问，伊袂关，我叫是种自动门，应该是迄个2排摕去慢落来了后，应该爱自动关起来才对。
头拄毋是讲要来拆药啊，毋是讲要来摕汉药，啊，即摆是要先来的哦，你就是聊天顶吼。你送，听讲功夫袂歹，毋是功夫，听讲你功夫袂歹，要来试一下。嘿，有较歹哦，好霸相赢，毋是拢讲食饱相赢，好霸相赢，敢袂伤歹？这无用通插你。看这，哎呦，红姑着，咱嘛算经典的一个角色吼。刘英群，想当伊嘛会晓刘英群，我无遐济英功，速战速决。哎呦，这叫做啥？这入声的字较济，有影较好读。嘿，辛武英，哎呦，廖添丁摕出绝招辛武英，拍算一招解决红衣少年，嘿嘛算少年啦。这应该较成少女吼，毋过红衣少年无咧软吼，喙角可能有，佮有一丝仔笑意。啊！就是聊天顶你要拍到的时阵，一道红光驶过。哎呦，红衣少年消失无踪。聊天顶感觉骹正后有一股杀气，一股杀气，越头一个看，一道剑气射过来。作文的，这种这应该较毋是，这应该算是流星，嘿，这算温招啊。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有影呢？你小等互迄温招牵着。哦，看你嘛两公吼。经过叫阿姑。经过叫阿姑。对，咱这到底是啥物人咧？吼，非得就是西姑吼。听讲你画好啥物？这欠字约袂着，毋知影倒一字，咱毋知影啥物字。喙较清气的再摕去，敢有影？有做某的是无？你去车上讲有做某的，有够某的，安尼迄个，互你去发挥。你去车上毋是会晓画图，你会使发挥者。剑舞中拄则示范迄招。受攻击进前的瞬间，是一个 shift。是恁师傅养，是恁师傅养我早册要互你的。好好练功，后会有期啊！什么阿姑？叫做红菇粿，嘛较差不多。迄倒一字我毋知，嘿，我毋知，嘿。哇，红菇粿。红菇粿听起来介苦水，咱会使换吼，对一招较好，毋知，咱就先试看觅吼，若用袂惯势，才换倒转来。好，咱来，来一碗装，画好吼，画好，对，画好，就是画好，莫问伤济。有偌好个，毋知。安尼新的刀仔嘛买袂起吼，安尼凊彩。所以咱即摆的目标是啥物？哦，汉药毋是上重要的，中义功才是上重要的。咱来。哎呦，淡水河，蛇面的吼，这蛇面的，所长这情报敢有影正确？原来28小岁就伫中义宫遐。放心，这情报是高警课互咱的，一定正确。这行动敢批准啊？之前拢无听人讲啊。等公文走线，敌人早就走了吼。上本即款拖拖刷刷的个性。真歹推荐你入高警队啊！毋过这应该算是咱无照规矩来吼，若照规矩来，就是总是爱有迄公文爱批准了，才会当
才会当做遮个代志。哦，伊这面画甲做迄个有影做恐怖的款。救人！哎，这是咱阿牛哦，这是咱的阿牛。紧闭起来阿牛，毋管发生啥物代志拢卖出来。这话毋知影送甲伊讲的，敢是伊的记忆？看起来有较像伊的记忆，敢是伊细汉时阵发生啥物代志，是安那？听讲遮互包围啊！敢莫得包围要安怎倒走？走啥物？即摆咱人遮尔济，惊啥？惊啥物？是安怎即字就不要减字？嘿。来，阿伯师你讲，请大家斟酌听。即阵仔咱组织真侪人马，有像苏力，敢是读力？毋知苏力，李阿姐即款的歌手，嘛有最近真红的廖添丁。哦，有遮歌手伫咧，有咱团结一致。哦，敢若几个日本警察啊，无啥物好惊的。无咧惊吼，叫是阮台湾人抓过的。哦，也毋过因有穿。敢有影啦？敢有影？有这啥物？避弹身躯，搭伫身躯顶都毋惊枪支，这爱确定呢。个咱顶摆偷来军火摕出来用，嘛有枪炮紧。好，安尼双方拢有枪，应该袂讲遐尔迄个。才讲尔枪咧，那是空诶，想要缀武器咧。这毋是顶摆咱偷摕倒来？枪锋军火咧，枪锋啊，枪锋。现在是问枪锋，什么拗口所在？咱阿牛是大劫梅花咯。阿牛哦，伊熟悉阿牛吼，对，这在地人应该拢有熟悉。闪开要处理公务。树花龙死转去，好，是食毋着药啊呢？有够恐怖的！哎呦！急了！带队甲即个砖头灭掉，即件代志若办好势，转去就安排你入去高警课。好。哇，有够凶！对啊，是安那空，解说一下情况。树火龙是内底反派。我毋捌看过呢，大剑梅花咯，我毋捌看过，有机会一定爱看者。客接转出来，对，迄一定是客接。即个故事内底，毋是即个故事，迄个即个 game 内底无任何 NPC 受到伤害吼，好无？军火拢互阿大袂去登山，等下阿大是啥？阿大，我对这个名有印象，毋过伊即摆无伫遮吼。清风，较站杂的好，是咧师傅，迄个人表情足笑开，恁。个应该扶我搭伫身躯顶诶迄个模样吼。敢是安尼讲话？啥物王爷？当然是大正爷这有淡薄仔超过。真是话袂当乱讲哦。这真是袂当乱讲哦。搁爱办啥物证书？清风扶一下休啊，会知影拄甲即个壮丁。原来因嘛是随甲聊天顶苏力李阿姐遮个人，
这条。哎哟，话来的啦！哦，原来二楼是安尼用的，原来二楼是互警察行的，阁有即种代志。靠腰，咱是不是用骗去？阁问，拢啥物时阵？阁问，这已经足明显的哦。这已经算是清干仔底道又看现，敢无安尼讲？毋知我发明的。恁师徒两个做了袂歹哦。韭菜产量比预期的搁较济哦吼，所以头拄乌影人讲的韭菜即个意思。哦，库萨讲无的确阿牛想起的记忆是伊伫，是哦，伊内底有遮尔细节的迄个设定哦。安尼有可能，安尼讲有道理呢，听起来真正有理。这细节我无看到，我无看遐斟酌。多谢库萨啊补充，趣味。拢是倒电代人的妙计等下妙计，用28束花做票头，甲其他的控制分子接我来一网打尽。妙计。哦，计设计啦，妙计。我照车名才互恁两个骗去，是为着要结束结束遮的纷争，互百姓较好过日，大家带入一个。哦，这款话哪像伫其他的所在嘛捌听过哦。啥物一家亲好？安尼敢有好？无一定。有影，这有在下轨道行。啥个怪聊天顶啥啦？妙计吼，多谢，这补充妙计才对。水宫何树你好，欢迎，足久无看哟，好像很久不见了。你好，欢迎你来。对啊，是聊天顶呢，这个有影好耍，请大家去买一下好无？真袂歹。这其实已经几若档啊呢？可能有5档、6档啊哦。对无？我袂记，毋过回顶我会记得我耍的时阵是足久进前的代志。即摆过来耍互大家看。我今天开这个台文版的，刚好可以念给大家听，不然大家平常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开台文版来看看。那不是伊遐尼摇摆，不是遮，那不是伊遮尼摇摆，我嘛袂骗到遮侪人。确实是很久的游戏，但弥补当年的遗憾。您说那个超早版本对吗？我知道，超级早版本，但是我没有玩过，好像是 Flash 时代的东西。Call of， 废话读的，拢总清杀救命！对 Flash 版本的吼 ，Flash 版本的我毋捌算过。救人！哇，这在客接。倒电代志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阮师徒就先过去。是啊，3.5档尔，我记毋对去。所以嘛无遐久。毋过嘛，要安怎讲？嘛已经，就是这个 game 打出来的时阵，我上感动的就是有这个台文的界面。嘛已经足久无看到有任何一个 game 内底有台文版的，大家若是有看到，会使甲我推荐一下，好无？做希望会使搁选其他有台文版的 game。似乎卖 game 搁倒搞一件代志，啥代志？牌你无摕出来？令牌哪会伫？我叫是伊讲迄个令牌爱收好，是已经兴互聊天顶，结果无哦。结果伫迄个师傅遐。好，哇！我随问伊就随解说，原来伫山洞遐顶边鸡仔摕聊天顶甲令牌偷落来，事实是趁机会做手侵占。有影呢，真是初尝一手，有影。我认为对客户要是较老实的较好。你叫聊天顶来甲
阮乌龙会请两拜，上尾搁偷偷做手有影高明啊！倒电送28小岁的代志，我已经甲你办好啊！啊那这3块两拜哦，本地就会随人的本顶。是哦，有次去询问官网关于续作的下落，完全没人回应。也许他的官网没有人在顾，好像也是有可能的。对啊，你说续作是说廖天丁的续作吗？会有吗？他有说过会有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因为听讲因做这嘛，迄个成本拢无回收的款，我毋知影真诶啊假，反正我听到是安尼，所以若真正迄成本拢无回收，可能就袂有，就暂时袂有后一个，这嘛是正常诶，这毋知影要安怎，对啊，所以大家会使去甲支持哦。我迄个买这个 game 的连结，我有迄个网链啊，我有放伫迄个说明哦。那个说明栏有那个说明，可以不是说明栏有那个 Steam 的商店连接，就是喜欢的话可以去买一下，真的真的。可惜我在这个公都底下的手头，对啊，很便宜，我觉得以它的内容真的是蛮便宜的。他做很多考察，很多有趣的传说，很有料，很有料，真的是值得买。师傅老实讲啦，你定定溜迄个7加保险的传说，我无咧甲你信到，而且我也无想要对你去鼓梦无命，所以只好刀刻多点代人咯。当初是用原价买，我也是，我嘛是，因为迄阵打出我就随要买啊，随要来算看卖啊，所以当然是迄个原价就买，所以讲你戆啊，为着几两银吼，放弃规座金山。啊！我讲，即摆看相卡讲，哎哟，好青凤想要交代你一个任务吼，带人请吩咐，安尼，哎，拢无讲，安尼，安尼就互本岛人对廖天丁的幻想破灭，互因无阁相信家己的价值，彻底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，哎哟。安尼小人就去办，毋过顶摆拜托倒点代人的代志。安那代志先讲了后，除了破案奖金，佮安排，还会安排一关半日互你做。哎哟，所以是为着这个，呵，这嘛是标准的本岛人惊死爱钱，愿做官。这听讲是啥物？有的人会讲这是迄个。这是迄个啥物时代的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这个评价的对，这个分析的对。毋过这讲了敢有影，这嘛无一定。这有可能是，其实大部分所有所在的迄个多数的人，可能拢是安尼。对，日本时代有日本人对台湾人安尼去分析，安尼去讲啦。敢有影无一定，毋是讲一定就是台湾人就是较歹，无一定啦，就是可能对，互人统治的迄个多数的人，可能拢是安尼，就是惊死，这正常啊，倒一个人毋惊死，爱钱倒一个人毋惊钱，对无？所以对，就是不时会听到有人会安尼批评台湾人啦，其实无一定是对的哦。用呢，有够用。对，讲了水，就是一样米饲百样人，无毋对。阿姐，师傅，你迄个符啊无效啦，迄个东庆记的符啊无效啦。欺负本土的到最后拢是家己人，无一定啊，嘛有足侪迄个其他国家的人做拍拼咧欺负台湾人啊，拢有啦，拢有。添丁紧走。他有可能走的一定是等下伊个有即只前辈，谁你啊？天！前辈，
死ね！安尼是安怎拍？救人安尼是安怎拍？枪杀！啊！要死！无，好，上本，喙手这个。哦，嘛有人讲台湾人放着袂迄个，袂安那，袂雕刷或者袂团结着对无？上本咧创啥？外口的砖头拢算断了袂？哦，甲全面拢放哦，水。免少上就去高级警察课。哦，迄款无天无亮的单位，莫去啊爸！我讲话哪会遮闷？要咧想遐有诶无诶，你伫境界实在下死下静。哦，伊规人迄个有够火大甲直接起火哦。哦，岛田乡之镇，讲到灭庄，我才去想着10多年前粉林大屠杀，带头诶军官岛田孝佐就是你吼。我是算倒一个难度，当然是算凶杀，嘿。要开台，就是爱算凶杀来苦毒家己，哦，无就无好看，嘿。哦，这头拄仔酷手也补充诶，迄个婚林大屠杀吼，是个安怎吼？为着达成全岛平定诶目标，牺牲一寡贱民是必要诶。搁握手段，敢若会互愈侪人反抗。咱要做诶是治理台湾，毋是征讨台湾。治理，我甲你讲，啥物是治理台湾上有效的方式？一刀不留人。哦，这哪像嘛？伫倒位听过吼？咱这个，咱这个历史总是。哦，你第二摆才算凶残，我嘛是啊。我头一摆嘛是几若当前算的，所以我即摆算凶残。哦，上无路用着这清国路，无时间甲你练消话，所有人听令，甲上本甲遐个清国路拢总处决。要来相拍，对，历史就是安尼循环吼。哎呀，即间破庙无采伤侪时间啊。伊嘛是要去摕迄支刀。迄个时代台湾的资源真正像大个国家拢少上吼。即摆嘛是啊，即摆咱有即个 TSMC 对吧？咱有即个台积电，嘛是真重要。嘛是互国际上大家拢想要爱。咱对你家己爱较有信心的啦，爱较有信心的吼。即摆嘛是有迄个，对。那毋经过去，就会错过即家刀，毋是七家刀吼，妖力上强的死神。哦，喙手这个有用呢。喂，有要斗相共无？你家己顾好啦，死柴吧。哦，这真有够迄个哦，这气氛战。谁定的？今仔日莫想要出这个门。莫想要出这个门。哦，掠着我才会讲，拜请，急如律令。哦，随要拍哦，单婚难下，有影是单婚难下。拜请。拜请。已经做车婚啊，总久无算，怎样做车婚的救人？哦，好像都厉害呢。提示好，有啥物提示？会当讲。会当讲啊！会讲就讲。
呢，真正是应该爱保护咱的这个。来，我先来个倒卡球。你来酸哦！过头来，所以，你来酸哦！我想看来啊，哎，打对，这人够烦的，够菜，无效，你才无效，哎，会给你闪伊的招，夭寿。哦，这波头看起来有用哦。你来酸哦！啊，无菜，拜请！卖个请，卖个请。本来武器太好了，好，我尽量啊，夭寿。我伫倒位？我是啥？哦，我伫遮。你来酸哦！没事啊，只挂包抱住。哎，啊，等一下。啊，伊袂当安尼打落啊！哎，牵着啥？牵着啥？牵着一个挂包尔。滚下来，哎，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个是枪。啊！你来酸哦！迈过来！拜请！有这有这波杀袂去。你来酸哦！对。哦，这个袂歹。啊，你先好。你来酸哦！啊，对，好啦，绕环呢？滚下来，拜请！啊，要死啊！哎，水！哦，这个有够凶！拜请！卖个请，有够烦的。你来酸哦！卖！哎，所以，你来酸哦！哎呀，应该食挂包无会死。我发现我无遐巧，我都哪看恁的迄个地势哪拍，惊无法度救人。挂包水。拜请！你来酸哦！啊是。大张的，过来啊！哎，救人！哦，来，把它来，耶，把它。你来酸哦！我想到怕人无效。
哎，拔啦，吃拔啦，吃拔啦。哎，卖个枪啊，卖个枪啊，要死啊！吃块包。哦，你摕这支是咧？啊！起来！哎，到达。我都要抓狗呢！嘿嘿，真来酸哦！哈，上家是抓狗的哈。哎，水。哦，嘿，但是有偷着哦，迄支对，你是讲迄个啥物件抢出来拢是迄个火钱对吧？好，啊，火通去买挂包买甲满，哦，我知，啊，毋过我无钱，我看起来足瘦的呢，我当500块尔，敢若500块的款，诶。喙鬚这个有要紧无？啥物喙鬚这个有这伤本？哦，安尼较亲切，因为是香菜啊，香菜迄个我着死足济届啊，我死足济届我着无钱啊，嘿，无我无去攞钱。前辈，我无法度啊啦！前辈，会当救啊！聊天顶运功要互所力疗伤，肉遐济年，肉遐尼济重的香菜聊天顶，即满着伫目睭前啊！啊！前辈，台湾就交互恁啊！台湾着交互恁啊！有摕到啥物符令？小等来看者。嘿，岛田上尾交代清火的任务是叫伊去街仔散播假消息。哎，这哪像伫即马嘛？对，我嘛想应该是阿辉伯迄个吼，嘿，算是迄个或者啥，或者名言对无？算是名言，嘿。这伤含啊！我毋信聊天顶大诶，会是毋是天顶大诶是即款人吼。千金万确，我若甲你骗，会死无人靠。哦，才会提示着是爱先掠某一个人。好，毋过天顶大诶进前替咱做遐济代志，哪有可能是代干？哦，迄拢咧搬戏诶，是为着要取得咱诶信任呐。敢讲你袂感觉奇怪？警察哪会逐摆拢掠袂着伊？迄是因为伊根本就是岛田的手下。哦，今日中义宫大屠杀，就是伊甲岛田联手造成的。28小岁宫要总灭啊！阮师傅为着要互我逃走，佮牺牲家己，伊要死进前交代我，一定要踢破聊天顶的恶行。就连你的好朋友阿牛嘛，互伊杀死啊！要来看卖，莫去，遐即摆真危险。袂用得，阿牛是换贴的好兄弟，一定要去。你若是坚持要去，甲这炸咧，以防万一。哦，伊阁有留一支枪。第5回就安尼拍了啊！原来28小岁只是骗局，打阿平西甲清风啊，根本就是岛田的妖计，联手要杀害抗日志士。刷落来，清风阁四界咧放风声，互大家叫是聊天顶，才是三骹日本人的走狗。啊，岛田摕到三底连败了后，就要来去妖灵抢夺宝藏。聊天顶敢有法度阻止一切的变化，搁再洗清家己的枉屈的。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6回，期待强拆一做棋。哦，无1点钟，咱就
拍了第5回啊，哎，拍一，拍我鼓励一下。今日有较紧哦，应该是阮底着较底。对，有够紧诶。而且我头拄仔迄个电脑有问题，我搁重新开机呢。真赞。拄仔好，我今仔因为我昨破病，所以我即摆较无声。拄仔好，今仔日甲我改位吼，较底毋免遐忝吼。好，安尼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拜六暗时7点，过来继续算，咱来算上尾即回。第6回鱼台香菜的做棋，火蛇会想拿全成就吗？还好，迄伤忝嘛，可能袂哦，可能袂，对，今日拄好较忝，就先休困啦，好，就安尼就甲大家讲一下再会吼，多谢恁今日来捧场啊，要要食暗顿诶，拄好通好去食。就是咧讲我家己啦，准备会当来食暗顿，甲大家讲再会，阿杰再会，阿峰再会，刘克恰桑再会，库沙瓦再会，还有水宫和树，谢谢你今天来，大家讲再会啊，那你咱后礼拜再个见面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